Hello， 大家好，我係中原地產沙田廣場分行陳小姐，今日大家嚟到惠景園睇一個罕有嘅大兩房單位。我今日要介紹嘅單位係一個惠景園啦，咁一個一座嘅高層 E 單位。咁呢個單位實面積有459尺嘅，咁屬於大兩房間隔。其實佢客飯廳分開兩邊，其實係可以間到3個房嘅。咁睇翻你個人嘅需要啦。單位望到開揚嘅山景嘅，房間亦都係望到一個城門河景啦、山景啦，門口就對翻向東南嘅，都係一個好嘅坐向嚟嘅。單位廳大房大，而家啲業主就貨櫃亦都有放租。我哋先睇單位嘅人同埋兩先。一入到嚟大門口就見到呢個玄關位啦，玄關位可以放到一個薄身嘅鞋櫃。咁旁邊就係廚房啦，廚房有兩邊工作台。咁曾經都有裝修過嘅，不過可能都要再翻新下。如果買嘅話，亦都預留位置放到一個大嘅洗衣機同埋雪櫃。佢其實係大兩房可以間3房，因為呢邊飯廳位置配備有呢個對流窗嘅，咁其實可以間多間做姐姐房或者小朋友房，絕對冇問題嘅。呢邊仍然都有空間做翻個客飯廳活動區。咁睇翻你個人需要啦，幾多個人住，好彈性嘅呢個單位，因為佢嘅尺數夠大。我哋望一望個景觀啦，呢邊窗就向西南偏西嘅。單位望翻山景，就望晒成個沙田市中心嘅景觀啦。連隻側窗都望到前面係呢個城門河景啦、山景啦，亦都望到前面成個沙田市中心嘅視野嚟嘅。窗台位置送嘅，呢度做個電視位啦、電視機位，呢邊可以放到3個人嘅梳化，冇問題嘅，好充裕嘅。亦都唔係好多入場家私啦，就個客飯廳嚟講，相當之寬敞啊。我哋望一望浴室啦，浴室都好企理嘅。浴室亦都係有曾經裝修過啦，就唔使大執嘅。亦都換咗做企缸噶啦，業主。亦都係名次嚟嘅，好新淨啊，洗手間。唔需要點樣執收嘅。我哋睇睇房間啦。房間2間房業主應該都曾經住過嘅，所以有啲入場家私啦，可能都係要拆咗佢啦，再油下油咁樣啦，做一啲翻新。景觀方面佢呢個第一間睡房佢都係望翻向呢個西南。示範咗啦，佢放咗一個雙人床啦，加個梳妝台，仲有個衣櫃位，仲有走動嘅空間，所以房間其實都好大。我哋望埋主人房啦，業主就呢間就做咗一個單人房啦，做咗呢邊做咗個書台啊，亦都係有一個吊櫃。我哋望一望啦，呢度係向翻東南偏南嘅，向南比較多啲嘅。呢個主人房望翻前面津浪8號望到連綿嘅山景，好開揚，好靚嘅。我望翻前面仲有呢個綠化大公園景。本身如果個間隔其實係可以做到一個雙人床，另外亦都係有衣櫃位嘅呢間房。因為業主做咗兩邊入場家私，所以望唔到佢真實嗰個大細。呢一陣為大家介紹最新放盤一個惠景園一座嘅高層 E 單位，實面積有459尺嘅，屬於一個大兩房嘅間隔嚟嘅，係惠景園最大嘅兩房式。單位而家主人房望到呢個窗口嘅景觀係一個永久嘅城門河景啦，相當之開揚嘅，百看不厭，好少有放盤嘅大單位。而家業主放賣價錢700零萬，價錢睇啱見票可以再傾。放租就150零，租同買業主都會接受嘅。如果你有興趣揾呢個沙田市中心新鴻基屋苑惠景園嘅兩房單位歡迎你隨時聯絡我，中原地產陳小姐。我隨時介紹翻而家屋苑最新嘅放盤俾大家。